創新思維突破環境同技術限制，係港燈135年嚟從未停止嘅使命。香港早期引入西方嘅發電技術，工程師為應對南方氣候，以創新思維迎接挑戰。上世紀20-30年代，喺北角發電廠嘅工程師要求安裝能夠測量每小時150英里以上嘅風速儀，以應對極端天氣。雖然供應商認為冇呢個必要，但係港燈工程師堅持佢哋嘅想法，最終都引入咗相關標準嘅風速儀。結果喺1937年，颱風來襲，當時風速真係超過每小時150英里，足證當時港燈工程師擁有前瞻嘅眼光。對一件小小設備嘅追求，足見港燈初代工程師嘅高瞻遠矚。而20世紀多場嚴重颱風，更促使港燈工程師決定將大部分電纜鋪設喺地下，大大提升電力網絡嘅穩定性。面對港島地少人多以及各種環境挑戰，港燈供電可靠度多年嚟不斷提升。喺發電方面，港燈自80年代尾轉用燃煤發電，同時引入當時最先進嘅技術，令減排成效領先於亞洲其他地區。喺興建 L7同埋 L8兩台燃煤發電機組嘅時候，我哋首次引入乾式低氮氧化物燃燒器。之後我哋都陸續將呢個技術引入到其他嘅燃煤機組使用。燃燒器係安裝喺鍋爐裏邊嘅，喺唔需要額外使用化學品嘅情況下，能夠有效將燃煤排放中嘅氮氧化物濃度降低至到200個 ppm， 減排嘅幅度最高達到60%。我哋更加升級磨煤機，令到煤粉更加幼細，進一步提升燃燒效率同埋燃料使用嘅靈活性。呢一系列嘅創新，令到南丫發電廠嘅氮氧化物排放喺亞洲城市裏邊一直保持住最低嘅水平。long time no see。發電廠生產嘅電力供應到客戶裝置，有賴中間嘅輸配電過程安全、可靠、穩定。80年代，港燈聯同日本30電機共同研發用於隔離故障及配置電力網絡嘅中亞開關掣。70年代中期市場嘅中亞開關係以真空滅活器為主體，用空氣作絕緣代替沖油開關。我哋嘗試喺歐洲引入呢類設備，但香港沿海嘅空氣潮濕又帶有鹹氣，新引入嘅設備都唔成功。於是我哋有咗一個嶄新嘅概念，研發適合香港嘅設備，就係將真空滅活器放喺6氟化硫氣缸裏面，裝置部件環境大氣隔絕，大大增加咗設備嘅可靠性。呢個構思喺當時屬前所未有，經過30幾年，今時今日仍然係系統中嘅主流設備。ガソリングメインユニットの開発に参画いただけたことについて香港電力に感謝申し上げます。その当時、現在のようなコンピューター支援設計環境がない中で、スペース制約やメンテナンスフリー仕様を実現する必要があり、設計プロセスは大変複雜で困難なものがありました。之後，港燈再次聯手30電機，喺1990年研發出全球第一台以氣體作絕緣嘅275千伏高壓變壓器。相比沖油式變壓器，氣體絕緣變壓器唔易燃，而且更安全，大大減低火災風險。輸配電系統創新，電網監察系統亦都與時並進。1973年，港燈寶雲系統控制中心啟用，係亞洲首個電腦化輸電系統控制中心。1981年，港燈已經開始利用地理信息系統記錄供電設備同地下電纜嘅位置。當時香港仲未有電子地圖，港燈將原有港島紙本地圖電子化，實現數碼電腦地圖系統。1985年，系統控制中心遷至鴨脷洲，港燈輸配電系統全面採用監控與數據採集系統 SCADA， 係全球首批實現配電系統自動化嘅公司。以前我哋冇呢套系統，萬一如果電網有故障，系統控制中心就要派工程師去變電站操作電力設備。有咗呢套系統之後，安裝喺變電站嘅遠動終端機 RTU 就可以收集電力設備嘅狀態，將呢啲資料透過通訊網絡傳送到系統控制中心嘅大型電腦裏邊嘅能源管理系統 EMS 同埋配電管理系統 DMS。
系統控制中心嘅工程師就可以知道設備嘅狀況，管理輸配電網絡，甚至操作呢啲設備。特別係電力系統有故障嘅時候，可以分析故障並且操作電網開關，更快咁恢復供電。由港燈自行研發嘅 EMS-RTU 同 DMS-RTU， 令港燈輸配電網絡進入全新嘅自動化時代。但當時要建構呢套先進嘅系統絕非容易。喺80年代，變電站自動化嘅應用並不普及，市場上嘅 RTU 裝置亦都無法安裝喺香港咁狹窄嘅配電站，規格亦都符合唔到我哋嘅要求。所以我哋負責電腦硬件嘅同事咧，係一手一腳將成套變電站嘅 EMS-RTU 同埋 DMS-RTU 自行研發同埋製造出嚟，仲喺系統裏邊加裝咗唔少嘅創新元素，例如 RTU 加入模組化嘅設計啦，自動電池測試系統啦，可靠嘅雙階遙距控制算法啦，同埋雙重 RTU 配置等等，亦都喺 EMS 同 DMS 系統嘅軟件程式裏邊咧，加入咗設備故障定位系統同埋通風設備控制系統，大大提高咗電力系統嘅效率。就算以今時今日嘅標準去睇咧，呢啲設計咧都係非常之先進。喺呢個科技飛躍嘅年代，創新成為驅動未來嘅力量。港燈秉持突破精神，喺穩健中不忘創新，引入新技術、新思維、新幫手，提升營運效率，力求為香港提供更安全、可靠同埋穩定嘅電力供應。2019年，南丫發電廠團隊利用一啲簡單嘅器材，例如擴音器、喇叭等，自主研發升盾系統，去防止魚類誤闖發電廠海水冷卻系統，確保機組嘅穩定運行。系統啟用幾年嚟咧，誤闖冷卻系統嘅魚類數量已經較過往大幅減少99%，確保發電更加可靠，同時亦都保護海洋生態。透過主動監察系統，偵測異常或潛在風險，喺問題發生之前及早介入，係提升供電可靠度嘅最有效方法。港燈最新引入嘅低壓管理系統 LVMS 可以俾系統控制中心實時監測低壓配電系統主要設施嘅運作情況。一旦出現故障，系統能夠迅速識別故障位置同原因，大幅縮短復電時間。以創新思維應對挑戰，係港燈135年嚟不變嘅信念。從100多年前超前引入高規格測風儀，到今日喺各個營運範疇廣泛應用人工智能、物聯網同機械人等先進技術，我哋始終堅守一個目標，為香港提供更安全、更穩定、更可靠嘅電力供應。未來，我哋將繼續與香港同行，攜手共創更光明、更智慧嘅明天。